国庆的主视觉献光咯，以双十甲玫瑰的组合来做主体，也是国旗的配色蓝白红三色，呈现着中华民国的意象。结果是伫个网络引发着正反两派的论战。另外有网友伫国庆的官网发现着简体字，怀疑是委托中国来制作。国庆筹备委员会是来澄清讲，全部拢是台湾在地厂商所做的。用红色、蓝色、白色打出双十花草，中国点一蕊玫瑰。今年双十国庆主视觉引起正反两派的论战。不过，目睭进来的网友发现，和网络这部研究中央电视台2019年国庆晚会主视觉做呈现。抗作会来比红白双十设计和玫瑰元素拢正同款。研究中央电视台今仔日发出声明回应，讲无受委托设计今年中华民国国庆主视觉，不过无论看起来敢有水，国庆网站就先引起争议。有网友发现国庆官方网站的天色注解竟然出现简体字，这期敢是叫中国那边的人做？工程师从零开始去撰写的话，基本上不会有简体字啊。那外面厂商在制作的时候，可能会直接拿这个一般可能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这个 sample code， 这些范例码，直接来做这个变更。专家认为，其实大部分的工程师在咧写天色的时，确实参考开放关数码来写。不过，若是设计政府相关网络，会尽量避免用中国的资料。专家嘛提醒，使用开关码要注意治安的问题。它毕竟是这个开源的码，所以它上面有些的东西，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检查，它确实还是有可能会隐藏一些有问题的，比如说一些 JavaScript。对这件代志，肯调会回应，招标企业内底有面定团队成员袂当有中国人，嘛袂当使用中国的资通讯产品。经过调查，是厂商伫咧网站设计问题时，用语言模型查询技术文件含解决方案，因为是中文的模式，注解才会去揽到简体字。网站开放予大家看进前，已经由司法部治安署和第三方治安厂商进行网站测验。国庆大典毕竟有关国家的形象，嘛是拢爱更加谨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